Hello，大家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2026丙午馬年立春日開運嘅懶人包。何謂懶人包呢？就係唔太多講學理，直接講一啲行動方案，等大家可以幫自己開個靚運。第一件要知道嘅事，2026丙午馬年嘅立春日係2月4日。立春日係踏入丙午馬年嘅第一日。簡單嚟講，喺2月4日凌晨4:02後出生，生肖就會係屬馬。既然係馬年嘅第一日，建議大家抽少少時間幫自己同屋企人開運。開運第一擊係立吉器，建議大家喺2月4日凌晨3點半左右將全屋窗戶關上，等到凌晨4點半左右先開一陣東南方同埋正東方嘅窗戶。因為馬年比較好嘅方位係東南方同埋正東方，所以我哋可以一踏入馬年就向東南方同埋正東方吸第一道吉氣，同埋讓吉氣先流入屋企。大約1個小時後就可以回復原本狀態，開返其他窗戶。接住落嚟介紹蒸氣開運，可以喺屋企煲一煲熱滾水，之後捧住煲熱水，順時針環繞屋企1周，讓整間屋企俾啲蒸氣分一分，寓意蒸蒸日上。去到早上嘅時候，盡量安排自己去一趟郊外沙灘或者草地行大約30分鐘。大家要知道，接地氣係可以幫助我哋去除負能量同埋吸收大自然正能量，係非常好嘅增運活動。我個人會選擇行沙灘多一啲，因為海水係一個好好嘅媒體，協助去除負能量同埋吸收正能量。除咗接地氣，既然去到郊外，更加要爭取曬一曬太陽，吸一吸陽氣。大家知唔知道一個人要行好運，陽氣充足就係基本。大家要留意，只需要曬背脊15分鐘左右就夠，因為背脊屬陽，曬背脊先可以有效吸收陽氣。另外，大家方便的話，可以洗床單同埋曬床單，俾張床單吸收陽氣，你張床就會充滿陽氣，對你睡眠都有幫助。新嘅一年一定要着全新嘅衣服，為自己營造煥然一新嘅氣象，都係一項好好嘅增運行動。如果大家想測試一下自己喺馬年係唔係行好運，可以試一試，將一隻生雞蛋直立喺台上，如果成功立蛋，代表馬年會行好運，大家可以影低一幅相作為開運紀念。接住落嚟分享家居開運小攻略。首先，大家必須要知道屋企嘅米缸同埋雪櫃都代表你全家人嘅夾萬，所以喺立春日可以將米缸同埋雪櫃填滿佢。如果可以放一封利是喺米缸底部就更好。除咗要打爆個米缸同埋雪櫃，喺立春日打爆埋自己個錢包，都係一個幾好嘅開運行動。建議大家放一疊銀紙入去錢包，達至荷包滿滿嘅感覺。喺立春日存錢入自己銀行戶口都可以寓意收入滿滿。如果方便，可以按自己所屬生肖對應最佳，存錢時間就更加好。存錢金額可以係好意頭嘅數字，例如168或者1680等。大家要注意，如果你喺日間時間存錢，代表正財收入滿滿。如果你想自己偏財，收入滿滿，就可以喺晚上存多一次錢。除咗財富進帳之外，大家都要學識布施，無條件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大家可以去做義工或者捐錢去慈善機構都可以。最後同大家分享2個立春日禁忌，第一就係唔好搬屋，第二就係唔好同人爭吵，要保持心平氣和，微笑示人。以上分享咗2026丙午馬年立春日開運懶人包，祝大家夢想成真，日進斗金，身體健康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分享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喺下面留言，或者WhatsApp 我哋元一工作室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影片，歡迎免費訂閱同埋讚好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見。